仔日要来爬山呢？爬山我带你去感觉这种漫步在云端的感觉。但迄袂使喷伤侪摆啦。嘿，袂使哦。一趟敢喷30摆。是哦，差不多20摆哦。然后爬山是要摕这爬山拐啊，啊你早这支是要去掠山鸟鼠哦。我拄啊无啦，我拄啊有讲啊，漫步在云端的感觉。嘿，嘿，去爬山啊，啥物山有就侪云啊、云海啊，足侪山拢有啊，玉山啊、阿里山啊。上有名的。上有名的应该是阿里山的云海吧，对无？你有慧根哦，有。你有超级智慧有哦。看卡本。你有看卡本？咱要去阿里山，但是我甲你考。哦好。第一题，第一题。大家拢听过1、2、3到台湾，台湾有座阿里山。嘿，阿里山是不是几粒山？阿里山不是山，无要海哦。是不是几粒山？几粒山？迄是18粒合作会。18粒山。18粒山合作会才是阿里山。哎呦。我好一个机会。嘿。阿里山的5期有啥物5项较奇巧的物件哦。嘿阿里山的日出嘛，阿里山的云海嘛，阿里山的迄个神木嘛，迄个，阿里山的铁路，嘿，小火车，还有本基湖的便当，嘿，是吗？是吗？对无？佫唔是。 5期是日出、叮咚，云海、对。 森林、对，我有讲到。铁基路有讲到，还有晚霞。对嘛，彩霞看彩霞食便当嘛。哎嘛，你安尼讲对今啊。仔日是要去？要去倒位？要去阿里山呐。阿里山哦。阿里山。啊，这甲转一个啦。转一个吼，好。你甲转落就有啊。安尼。转啊。 得啦，去阿里山。对啊，阿里山吼，坐火车，真水啦。嘿，啊，像买酒车啊，坐火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请2个，甲阿里山的水姑娘变水。嘿嘿嘿嘿，来啊，准备好啊未？稳定，稳定啊，好来去哦。哇！ 你阿朱阿欢呢？爬山阿朱阿欢。是讲吼，咱要来爬山，啊，你今仔日甲我穿啊那公主风啊，你安尼哦，你爬山穿安尼就对啊啦。即摆现代人拢安尼啊。啊，恁2个人对阿里山有了解无？拜托诶，我拄位阿里山的山卡来诶。山卡，因为给你捧啊，谢谢。今仔日爱好我讲话啊，啊，你甲我摕咧。对，我甲你摕。 你正去嘛？啊，你倒位山卡来嘛？好，我问你，好。阿里山去阿里山国家公园，会使食泡面无？会使无？会使。会使。你要食泡面？你要食什么泡面？食便当。但听袂使起火。哦，歹势。对无？啊，我甲你讲，阿里山的姑娘水干哪水？阿里山的少年安那？勇敢的刷。勇敢的刷，答对。 动作成慢。第3题这是足难的哦。阿里山这个铁路的海拔上悬是 A2250米 ，B 2350米。伊偌济？25251。对，你。我嘛是选一，拄只一都唔对，你个选一。哪有这5个啦？ 我相信阿里山的水姑娘。你什么？什么？你2351。但是2452米都你真正我想起来了，安尼哦。嘿，你拄啊安那？漫步在云端。漫步在云端了，有欢喜啊！咱是仙气缭绕，这仙女被你赶走了。哦，安尼啊，歹势，安尼会使来去啊。大家请坐吼。还未出发就刚刚淡薄仔忝。我嘛是有一个。对啊，你看不你啊忝。我有惊到呢，我惊到，你2个嘛有惊到。仙女那个机器，请坐。准备好啊，要出发哦。准备足久啊。来邀请我的导览先生，我的导览先生是咱的老朋友，有来过哦。伊讲的导览呢实在是足好听，咱的
粉丝呢，拢一直咧下愿，一定爱搁请伊来导览，互大家听。伊是一个网红哦，有一个脸书粉丝页叫做“漫步在云端的阿里山”，来分享啊所有阿里山的美景。即马有25万的粉丝哦，比我搁较侪3倍。对，啊，伊就是每一天啊，甲阿里山做灶骹咧行的阿里山灶神阿明哥，欢迎。阿明哥，加固多快，老朋友，欢迎。阿明哥，真久无看的，真久无看的，足欢喜的。咱即马出发进前有口号要喊者，对，来准备好啊。好，来，甲你讲一个神秘的所在。在地人的阿里山，哇水你敢知？欢迎阿明哥。哇，足久无看呢。对啊。哦，我甲你讲，老师伊翕的相片哦，是毋是足侪记者，伊拢有甲你追踪对无？对。啊，今仔日看你哦，这张袂歹，伊就直接摕去用，是毋是安尼？因为我拢相片甲文字拢甲传好好啊。嘿，我拢会写一寡故事，啊，看网络这的粉丝分享，安尼，所以对媒体来讲，迄是最现成的新闻稿，安尼。安尼要算钱无？无，因为我拢是免费分享，安尼推广。对，欢迎大家来阿里山看这风景。水哦。啊，是讲最近应该阿里山这个樱花开甲不哩啊水，是毋是？哦，今年啊，吼，一寡樱花啊，吼，佮复活了，佮开了佮比较早较水，安尼，对，因为啊，吼，阿里山的樱花这几冬有经过树医生去甲治疗，有真好的成果，安尼，啊，有今年，哦，这张是今年，对，哦，这张啊，吼，就是迄个咱阿里山上出名的樱王啊，樱王这敢吉野樱吗？对，叫做蓝景吉野，蓝景吉是白色的，嘿，对，嘿，啊，这就是看咱去日本看的同款。哦，我今年嘛是买机票要去日本录这，走去日本，录樱花，真正是录几片呢？你看，一蕊都无看到，无开呢，无爆蕊花呢。我嘛是算好时间去的，毋过去到遐，嘛是全拢无看到。早再看到老师的，我就去阿里山。你3月差不多才3月底去的。 3月底佫无开？未开。应该差不多什么时阵日本的樱花要开？本差不多3月中3月底吧。迄个日本它算北吼纬度比较高，较悬啦，迄个阿里山算台湾较热，樱花会较早开。较早。所以阿里山的樱花哈，一般拢是花季是3月10号加4月初10，安尼。啊，毋过这是咱印象中的森林游乐区。是。啊，这规个游乐区外口嘛算阿里山嘛。啊，所以规个阿里山的樱花啊，吼，包括内底加外口，吼，伊是按1月开始就开始开啊。啊，我就按1月元旦开始追踪。啊，逐礼拜拢发一篇。上新的樱花的前线，所以你啊要去看上水的樱花，你就来看漫步在云端的阿里山的最新花况。要拍广告，对，是讲你是爱去倒位看这个气象，讲哦，即摆花开啊，对，爱去倒位看。因为我迄个伫阿里山翕相翕30，今年第37趟了嘛，所以阿里山的樱花啊，吼对遐。吼，什么时阵要开，我拢足清楚。阿里山的樱花吼，赏花期就是敢若7天到10天。吼，你伫网络顶悬看的，人分享的花况啊，吼是对1天翕的。啊，你啊一礼拜后会使免去啊，因为花就差不多要结束啊。这看日本嘛是同款，安尼对。所以你是无咧看气象台就对啊，你就是逐工拢去巡安尼啊。这样是啊吼，嘛有一寡新的科技嘛，所以啊吼，会使伫网络顶悬看网络直播，像英王吼，英王有一个网络摄影机哦，对伊哦，所以按透早甲暗时24小时，你拢会使看到英王。个即时天气嘛，对，甚至连
连咱拄仔你讲的迄个分海吼，你嘛会使透过网络的一寡 APP， 啊，你随时啊吼，一机在手，你就知影讲阿里山什么时阵会出境，啊，什么时阵哦飞控是到底是按哪，吼，你就知影要去对个，安尼。安尼录37年。哎，对。对嘛。嘿，我有真侪阿里山的资料库拢伫我遮。哎呦，所以哦，哎，咱今日就来听咱阿明哥啊，伊来分享伊37年阿里山。欢迎阿明哥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里山来的黄元明黄老师。哦，今仔日真欢喜来到这，要甲大家分享一般的人唔知影的阿里山，咱大家做伙同我来漫步在云端。哇！好，咱暂时看的这就是阿里山山区内底最出名的叫做琉璃光。琉璃光，吼啊！琉璃光是啥物货呢？伊就是咱暂时看这是云海嘛，啊云海啊吼，来到暗时，伊会变成另外一种一种景色，就是云海下骹有一寡这民宅啊，甲灯光啊，伊会把这灯光啊投射去伫云海顶悬，啊，咱伫云海顶悬看的就有七彩，那像琉璃的这种色泽啊，所以啊透过长时间的曝光，啊，伊就变成一个伫遐流动的一个感觉啊，这就是这几档最出名的叫做琉璃光。拄只你迄算是录影嘛？嘿，算是缩时的录影。对，缩时摄影。啊，你拄只迄段安尼爱缩偌久？我一张相片爱翕差不多30秒。哦，啊，你也翕100张就3000秒。嘿，啊，这3000秒内底啊，拢爱确定成功，啊，伊就集起来差不多30秒左右安尼尔，甚至佮牵涉到讲你一张甲一张的间隔时间有几秒，所以这啊爱拢爱来计算安尼。你讲所以唔是录影，唔是录影，因为录影你的摄影机伫迄种光线最暗的所在。录起来效果拢真歹哦，所以这是逐格动画。逐格，对，对，所以咱暂时啊有一寡新的相机啊伊拢有内建叫做缩时摄影，就是伊会帮你计算，啊，你甲设定好，你4月伊就帮你翕啊。爱看到琉璃光，是不是爱人品好？差不多，是不是？是每一天想要看。你是咧甲我录就对啦。嘿啊，因为我有去过2摆，头一摆无看到，无看到，嘿，拢啥物拢无。对啊，第2摆就有看到。第2遍算做好运的。你有当去食菜嘛？我你敢食菜？啊，到底讲我拜托。迄话啊去遐古迹伫遐你等10遍拢翕无，看咩翕日出共款，你爱可遇不可求啦。嘿啊，不过你会使看天气，那你讲的雨过天晴必出大景，落雨过啊一般琉璃光啊出现的几率叫做悬，啊是秋冬有云海的时安尼，啊所以咱若要去看这个琉璃光要去对看呢，就是阿里山公路你按搭口起来，啊来到半山有一个所在叫石道，啊石道遐啊边要有茶园嘛，茶园的上悬人翕相的人叫做顶石道，啊顶石道看了就是安尼，安尼啊，所以有阵时啊云海一吨一吨来，啊你伫遐有阵时啊规暝拢无，啊有阵时啊一暝连伊半点钟搁来一遍，啊有阵时啊按这边流过，啊有阵时啊按这边流过，啊有阵时啊你搁看到满天的星空甲银河，啊是讲搁来有嘉义市的100万夜景，这拢是加码再送的，咱这张啊就是搁无共款，因为这顶石道顶悬有一寡6条的步道这条就是上出名的叫做霞之道，你甲看你下晡的时徛伫遮，日落的时云海伫你后壁，
这条暂时是上热门的网红完美步道。你伫遮翕相拍照打卡，这翕出啊吼，连外国人拢来遮，大家拢来遮卡位。安尼，过来甲看这张啊吼，就是咱拄仔看的阿里山上水的英王嘛。为什么会叫做英王呢？真简单，英王就是阿里山花季这个吉野樱的指标。什么叫指标？就是今年吉野樱什么时阵要开，就是爱看伊。伊开了差不多8分的时，就意思讲其他园区内底的所有的吉野樱，恁会使开啊。安尼哦，伊无开，其他的唔敢开。这阿爸对。对。过来拢安尼吗？逐当拢安尼，因为我已经翕超过20几档啊。哇！较早伊无安尼保护哦，伊本来下骹是停车场，后壁是网球场。对，所以伊本来是一个算哪回，伊毋是上老的，毋过伊是上早开的，所以这张吉野樱伊就是必胜讲哪回大家要来看讲今年什么时阵上水，就来看伊，伊阁有网络摄影机甲对的，所以伊必胜哪回就到尾我就叫英王。今年伊这张打破纪录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伊较早拢是3月初10会开，伊今年228就提早开啊，提早开，就开始烦恼，讲提早开应该提早结束嘛，因为7到10天嘛，敢袂讲3月10号花季要开幕的时，我就结束啊，结果无，因为这张是3月11号，已经算满啊，满了后伊就有动头。伊今年动到3月20几号哦，打破纪录3礼拜，动3礼拜，3礼拜了后他换休啊，所以今年这场打破很多人的那种推测，所以这场够水的，过来，这嘛是同款英王啊，不过我拢讲咱你去阿里山翕樱花你。袂使干那翕张樱花，你也配阿里山的景，比如讲小火车，甲这张就是后壁这阿里山的地标叫做大塔山，大塔山就是周族的圣山呐，这个大塔山甲配樱花人一看就知影讲这是阿里山，你一看就知嘛。我哪看唔知啊？你敢唔看？我暂时甲你讲我再来讲，你去阿里山，你就知影讲这粒山叫做大塔山啦。大塔山，金马，对，后边你带朋友去了，会使讲这粒山就是周族的圣山。周族圣山大塔山。对，好，过来，阿里山，咱你讲的暂时要落雪几率无简单嘛。对不对？不过较像日本的景，对，不过暂时咱你讲的叫极端气候，要冷的是这冷，大部分拢较烧暖嘛，所以阿里山要落雪拢爱搭配寒流加水汽，这两个要到这会，我拢会提早去等，等到这就是姊妹潭，姊妹潭的标准画面就是安尼，不过咱印象中的是那会青山绿水嘛。对不对？这冰天雪地这就完全无同款啦。你去等到一遍，你就哪会终身无憾。过来咱印象中拄迄个是姐妹潭的姐潭，伊边这个较细窟的是妹潭。妹潭伊的水咱一个重点就是你爱翕水内底树的倒影，因为这倒影就是伊边的红块。所以全台湾有迄水池内底有红块的倒影，就是干那姐妹潭。所以你去袂使甲嫌讲，你这窟遮细窟啦比阮兜的边仔的水池搁较细窟，有啥物好看的？你甲看伊这窟内底搁无共款的，咱后一张甲放大来看，这是啥货？明明是水，为什么顶悬一个镜头？伫顶悬，水是毋是伊会落落？这就是我一边带我香林国小的小朋友去上摄影课，阮来翕姐妹潭结冰，结冰囡仔伫遐换镜头，无小心镜头溜出去，落落，
啊，大家产教医生一定会tìm落，对不对？结果甲看，啊，那铺伫顶悬，哦，原来结冰啊啦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哪会啊？这就是真难得会看到的姊妹潭结冰。你以后啊吼，就会使阿里山试看卖阿里山的冰雪奇缘。你甲单位都一个人伊会摕3粒镜头你，这粒甘你的，不是这粒甘你的啊，这3粒拢给你。好，啊，除了阿里山啊吼，咱看到遐风景了后，咱阁有啥物会无同款的景呢？尤其一寡哪会啊会动的景色到底是啥物会？动的景色哦，就是火车啊。哦，阿里山的我跟生态较有关系。生态啊，嘿，伫阿里山吼，你会使去餐厅，点这个豆腐，啊配阿里山一个特殊的农作物，啊，这个农作物啊吼，曾经帮阿里山赚过很多钱，啊，伊是另类台湾之光，你有看卖？外销的哦，外销日本。我大概知影，因为这应该就是迄个物件叶啊。对吧？有人讲，来，你这个，你看几年拢看袂出来是啥物叶啊？豆腐，啊，搁有一种，啊，过来啊！什么？伊啊吼，伊会伫顶悬甲配伊的一寡佐料安尼。哦，我顶悬，切，什么？哇啥物？你讲一份大案，是不是？你讲是？哇塞米，哇塞比，答对了。真的。哦，这就是阿里山的瓦萨比，和咱一般去餐厅看完全无同款。哦。啊，因为这阿里山的瓦萨比啊，吼，伊较早拢是生伫游乐区内底树骹啦，吼啊，所以啊，吼，真侪阿里山人啊，吼，拢刻意吼当做咱加重要的经济植物啊。嘿，对。哦，你摕较快，啊，这啊吼，这是叶啊嘛。会使食吗？嘿，啊，咱甲看嘿对。这会使食吗？嘿，规丛拢会使食。规丛连嫩茎啊吼，啊加枝叶，拢会使做料理。试看卖。什么味？叶仔的味。叶仔味。滴滴。食来食去，你到尾啊嘛是爱去食伊的快精，就是下骹。来，我准备快精。唔使你无用手。你讲话买尔啦，来啦。哎呀，这是新鲜的，对不？这个是咱吼比较日式的吃法。一口吃。一口。哎。这是新鲜外的。哎对，你甲看这个是正港的瓦萨比。哦，咱一般拢是配海产沙西米嘛，对不对？哦。恁食伊这现磨瓦萨比有啥物感觉？迄个气味？甲我平常时吼食的迄款无共，这现磨的，啊伊有香味，啊袂咸，袂安尼，会比较呛啊。对，袂安尼会呛到，袂老白油。哎，对，看咱餐厅的拢无共款，餐厅是加工化学，安尼。那个，我感觉伊的气味清芳的。阿里山的瓦萨比啊，吼，你已经愈来愈少看，为什么？啊，袂使种对不？对，因为啊，吼，因为阿里山的瓦萨比啊，吼，伊合法的啊，吼，最后一批已经几冬前收成了后，规个吼林班地就袂使搁种啊。对，啊，因为伊这对于迄个生态啊，吼，对林相拢有一寡影响啦。哦，所以要为了维护。吼，这个森林游乐区啊，甲林班地，所以咱暂时去阿里山吼，要看到野生的瓦萨比已经看袂到啊，拢爱伫外口其他的所在去种。啊，过来第二项吼，逐冬吼，差不多3月初3的时，这冲啥啦？你这嘛3月初3的时候，阿里山有一个新名过生日，啊，过生日的时候吼，拢有发生讲有一个奇景，会伫阿里山出现，啊，拄好配合这个新名的生日，恁甲要看卖，到底是对一个新名？哦，这有了解，这有咧拜拜，阿里山通有咧拜拜。我做骄傲。
玄天上帝。对，嘿，就是帝阿公。我看足侪摆，啊，我搁有看到迄鸭，伊是喙手顶管有鸭。对。因为吼，迄时间啊，阮爸爸拢有甲我讲，啊，阮爸爸是你的粉丝啦，所以吼，你吼靠什么吼，阮都爱约去山顶。哇！所以你去寿顶宫，上帝爷讲生日还是当时？3月初3农历。嘿，对。专业的，你讲拄则看到伊的喙手安那？喙手顶管听。足大只的哦，比我第一摆我也未看过的时阵，我想讲呀，咱看安尼嘛，哦，迄手掌安尼遮大，啊，停在喙手顶管，足侪只的，足侪只拢停咧遐。每一年的迄个咱会使来宣布答案。好，咱来看答案。对，头一届，我都来谢谢你。多谢，对，帮咱 Q 呢，真的，感谢你。好。到底是什么啊？真正是玄天上帝。啊，玄天上帝吼，一手也剑，脚踏孤爪嘛，这就是玄天上帝嘛。嘿，啊来，你甲看3月初3进前，这就是伫阿里山寿顶宫会出现的。啊，这叫人哋讲的神爷，神鹅啦，哦，啊，伊叫做哭求罗温鹅。伊的学名叫哭求罗温鹅，啊，你甲看伊个鸭吼，就是差不多你的手遮大只，啊，飞去庙内底，跳伫地下公吼的身躯顶，吼啊不吃不喝，差不多会使冻半个月，安尼，拢无叮当，拢无叮当，啊，有的人讲这敢是假的，啊，所以有阵时啊吼，因会去甲咱会啊。甲分一下，甲分一下，啊，伊就实在就伫遐动的，证明这是真正的。啊，帝爷讲的生日过了后，伊就搁慢慢飞走，啊，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叫做神鹅祝寿啦。那个帝爷公祝寿安尼。所以伊是做一天会飞去迄个上帝爷公的迄个河丘遐。啊，就是差不多3月初3进前，逐工就拢有人会去追踪，讲今仔差不多几只伫顶悬，啊上济有超过20只。哇！啊今年今年帝爷公顶悬有7只，我顶礼拜六去甲看佫7只，安尼。拢无飞走，拢无飞走，所以伊天伫顶悬，那时候帝爷公顶悬有真侪金牌伫顶悬嘛。对，所以去阿里山啦你也3月初3前后，你一定爱去庙行一下，安尼寿顶公行一下。啊，过来咱第三个题目就是哪会啊？你去阿里山一定会行步道嘛。啊，行步道行，你有阵时行，你就看到有钱出现伫你的身躯顶。有钱，出现伫你边啊！啊，这钱是啥物钱呢？顶票是外钱，代票来啊！啥物钱呢？我是3个，这张敢若我的。好，来你甲看，这有3张无共款，啊，顶悬有3种无共款的动物，你感觉你会看到啥物动物？老哥，我感觉唔是哦。好，啊，过来，这是阿里山无唔对，但是迄个啥物？樱花博物馆，这不是迄个步道内底，这是地质啊。我有看过。你啥物都有看过？老王做认真的，为着趁这个钱，我拢去做一摆。当时你讲，透早的时阵，看完日出为顶悬搁行起哩，为车站，对，车站搁家行起哩，小丽园步道上面有一个平台，你可以当看风景。就在看到这啊。我拄着一摆尔，我去遮一摆拄着一摆尔，都看到伊啊。地质，梯鸡吗？对，地鸡，伊叫做黑长尾雉啊。伊有一个这优雅的名称这张就是黑长尾雉。咱来看迷雾中的王者啊，因为伊是咱伫海拔差不多2000以上的山区，拢有机会看到伊。按过伊伫阿里山内底因为小笠原山甲柱山遐是伊本来生长的栖息地，啊，尤其是下晡了后的起雾嘛，啊，你会使看到地质这优雅，这针头们伫遐散步，所以叫做迷雾中的王者啦。所以咱爬去拄则你讲迄个小笠原，小笠原会使看到玉山。
哦，你看这只地鸡，会使后壁使看到玉山的。对，啊有阵时啊吼，你角度拄啊好啊吼，你坐伫迄观景台，啊地质拄啊，你头前行过，啊后壁好拄啊玉山。啊！你甲翕起啊吼，就是这张，亲像这张，就是这张，哦，对，再去还原现场。对啊，对，啊，所以啊吼，这就是阿里山啊吼，这趣味的所在啊，啊，所以阿里山就是咱咧讲的无尽藏的宝山，啊，大家啊吼有时间就会使去阿里山行行，一定入宝山绝对会满载而归。谢谢老师，老师谢谢。老师文英阿姨，我帮你take。谢谢。是讲拄只老师有讲到吼，讲吼有足侪迄活动的趣味通好看。我进前啊，顶个月吧，我去阿里山，我有坐迄福星号的，福星号，那是就很抢手呢。福星号，迄真热门。迄个车厢啊。贵的拢是迄快木贵宾级的车厢，因为这叫做未演先轰动啊，迄就是咱林铁哈阿里山的林铁啊哈，要推出的最高档的贵宾快木车厢，就是这个啊，因为伊这个贵宾车厢过来啊哈，下半年伊就有可能会出来，按个这种也搭配套装行程，那一般的人可能抢票抢不到嘛，对。啊，所以你会使换另外一种方式去坐咱入门版的快木车厢，就是咱伫阿里山逐礼拜三，火车拢有快木车厢，啊是讲有人讲我快木车厢无够呢，我搁要蒸汽火车，也叫做主题列车嘛，所以你就会使去看一寡最新的资讯。就是这啦，后壁迄就是快木车厢啊，安尼，你也看后壁迄拢是抢票秒杀，所以就会使坐蒸汽火车的快木车厢去游览阿里山的风景。我都是抢袂到票，我去找平车站看因开走，所以我看过。所以啊真侪人拢是抢袂到嘛，嘛是要去哩，要去哩，伊就当边啊翕，对，约火车。安尼，嘛，迄是另外一种乐趣啦。对，旧年还有枫叶蒸汽火车，对，我都是无抢到嘞，失败。你真正是老师的粉丝呢？对，我爸爸是伊粉丝，我今妈嘛是伊粉丝啊。咱来欢迎都咱好朋友，今仔日有大餐面好食了。我来看樱花会当问我啦。老师，你讲足侪故事，一定会喙焦吼。是不是爱啉一寡阿里山的特产？对。你的都南好朋友甲你足有缘，你稍微介绍一下。好，我因为伫阿里山啊今年37冬嘛，我驾车驾30冬嘛，所以捌真侪阿里山人，有足好的朋友，今仔日来啊就是我学生的妈妈，伊的囡仔就是我教，安尼暂时伊已经去做阿里山的生态解说员，对，所以正港的阿里山人，有无同款的阿里山的故事，要跟大家分享。好，即马就要来欢迎你的都南好朋友哦，咸猪二牛阿牛张姐。你好家了。张姐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耶！要食二牛啊，这是辉哥哦。你捌食过二牛哈？我捌食过烧的你捌食无？烧，无人咧食烧的啊。拢食甜的较济。对啊。甜的咸的拢会使，因为二牛本身无啥物味，你只要你介意你家己要。淋咧面内底煮嘛会使，啥物拢会使，食甜食咸又在你。会使食甜，搁食咸就对啦。你有想过无？jelly 果冻的物件，若是拄着烧的汤，是毋是会无去会化掉？油气，拢无去。但是你食啥？你要食咸的爱玉，咸的爱玉，伊敢会油气吗？袂，纯的才会当煮。纯的爱玉伊
小可会出水正常，嘿，但是伊袂讲像迄假一下就扬掉。假嘿啊，我食拢假，毋是纯的爱玉就会扬。哦，啊，哇，嘿啊，这是你拄则家己当边啊暖的吼？对，迄拄食比较用这籽啊，淡仔洗，淡仔暖嘿，这就是阿里山野生的爱玉。嘿，阿里山的上好，这是阿里山的上好，因为阿里山的拢野生的生伫树仔顶的。嘿，爱玉必须有爱有迄个环境，爱玉小蜂，哦，传播授粉。你看爱玉小蜂，对敢若咱台湾有对尔。对，你就是摕去别国，伊会迄个嘛无迄个小蜂好授粉。你看迄个小蜂，底下爱玉小蜂伊足平大的哦，伊足平大飞，所以伊足平大飞啊，所以拢差不多伫阿里山这个位啊。哎，拢伫阿里山，对无？是安尼吧？会使安尼讲啦。真正袂油。无阿里山的地理较好啦。系啊。哦，谢谢老师。你会使食看卖呢，小的爱玉真正你毋捌食过。哦，别位无的哦。对。阿里山才有尔，因为遐较有爱玉小蜂哦。爱玉伊的结冻就是里面它有那个胶质，哎，你会使试看卖，无要紧。真咸的呢。咸的啊，等下搁食是啊，你这拢透明的呢吼，晶莹剔透的。系啊，纯的爱玉煮，迄个洗起来才会安尼。啊，内底嘛拢无一粒一粒吼。因为我用的底啊较薄。迄籽。你若用棉布袋的较long，伊就会小可会有一粒一粒哦，所以这都无。没有啊，你若甲煮过吼，伊会安尼有气孔。你的口感就像个低火过。哈？安尼后摆我食火锅啊，爱家己洗，爱煮对啊，你会使家己煮。这袂肥啊。袂肥，嘿，对，哎对呢。最重要的零卡。阿里山的爱玉真正足好洗，而且伊真正拢无味呢，所以无伊无啥物味，所以你煮啥物拢会熟。啊，一般若是食咸的，比如讲伊即摆较无滋味，敢会温豆油，还是温啥物？温瓦萨比嘛。瓦萨比。阿姊啊，你讲哦，爱这种的野生的。才会使摕落去滚，对无？唔是野生的嘛会使，你爱纯的爱玉，用洗迄种的。哦，手工洗。啊，你若像迄果冻粉，迄种的就无法度煮，我会使试互你看，这果冻粉。我是感觉吼，这个料理吼，颠覆我的价值观。因为这。咱印象内底就是一定爱食甜啊，搭柠檬，加结冰退热结火这样子。啊，咱真嘛是食烧搁食咸的。嘿啊，但是我 I prefer。你较爱甜的甜的对啦。这就趣味。假的爱玉会油起，油起，伊会油起。所以你若食到小的爱玉，绝对是真的爱玉。哦。拢是用喂迄籽啊，用手刀弄，要爱手工的系啊。啊，籽也较无代志做啊。系啦，我看你想要红食着这种野生的手工的啦，系啊，用爱心经哦。你看，真正无去啊，系啊。你看，本来足大地，即摆豆豆样变到安尼遮细，用要无去有无？变到遮细粒，只也讲这都是假。你看。无去啊，无去啊！迄就是假的爱玉。即摆我甲伊用这真的落啊，这是真的哦，对，嘿，烧的哦。啊，若假的开落无去哦。伊袂扬，伊会小较出水，迄是正常，伊会较细地一丝啊。为什么二油？不是爱玉。澳油其实是敢若日本人咧讲的，迄阵啊，因讲澳油，所以我伫遐咧迄落做生意，我是讲看到若阿要送的即种，互伊送阿要送的，也是日本人，你甲讲澳油，伊拢听有。嘿，啊若少年的，咱就讲爱玉。啊，还有鸡啊，啊，还有鸡啊，嘛会使嘿。我少年呢。你对阿里山就了解。讲我几落种啦。嘿啦。啊，当是即种天然的物件啦。真的。所以伊的台语叫啥物？
二牛啦，所以若有人甲你二牛偷走的时候，你就爱甲肉，爱甲肉，爱甲肉。你就迄包咧爱喂水底甲肉，这样。啊，所以哦，即摆煮炒5分钟啊，你看。这拢袂样啦，逐地拢遮大地啦，安尼啦，搁试看的啦。所以这个就是纯的，这就是纯的爱玉。这纯的啦，哎，甜的啦，谢谢。爱食甜传统爱玉，传统爱玉，对啊，咸的甜的拢会使。啊，你安尼淡仔暖偌久哈？诶，差不多洗7分钟，嘿，啊，差不多放20分。啊，客20分，嘿，伊才会结规地安尼。对啊，伊才会安尼结冻端的啊。你有放姜吗？还有放油一点汤。我家己遐乌汤水。哦，糖水哦。嗯，这去阿里山吼，阿里山较冷嘛，啊行哦，啊啉一杯小的爱玉，喂，对，其实舒服诶。那寒天也是阿里山无热天啦，下晡时啊，若夏天嘛是拢是落雨天，啊落雨就温度拢足低，啊就直烧烧安尼。啊，搁有一种，有迄种起泡的鳄鱼。起泡的鳄鱼，迄就是坑歹去啊，更派去诶。更凶。但是鳄鱼洗起来伤济工，差不多超过第2天、第3天就，伊就会安尼。正经吗？嘿，你讲的是这吗？这就是歹去啊。迄毋是一个袂发酵啦，嘿，发酵，系啦，发酵。哦，所以伊起泡表示发酵就对对啦。啦。我是讲有这泡看起来较好食呢。哎，话讲哎，你哪遐搞洗到遮水呢？我冇看过这种的，讲我是讲我这要甲炸断伊呢。啊，所以这袂食是啦。这袂使啊，哎，已经歹。你唔相信？啊好，啊无你试。你拄则迄个敢是讲你唔相信？无，老师讲的我相信。你确定？啊，你三个专家你也确定？谢谢。我讲老师的。无，这安尼等来等你。会有一点那个消毒水，哎，消毒水。但是这是不是代表这是活的物件？有好的东西在里面。这个很好的，很天然的。有酵素的款，可能安尼。有它会出水，就是它里面的内底的成分有一种，它洗的时阵搓揉的时阵。它会分解出来一种酵素，所以酵素就会出水，我讲，我跟你讲，今仔日这阿里山的故事，恁感觉有精彩啊无？我刚刚做精彩诶，我都想要去，想要去，你定去嘛？定去啊！我做喊你去诶，我也做想要去。对啊，阿里山真正是好所在，好所在啦。所在。所以吼，你也感觉吼，这个行程你介意的话，食念伊咱就甲夹起来做干杯，好不好？好。到底有想要对咱老师来阿里山佚佗无？进两三，干杯！干杯！你也谢谢啦，二牛好食，二牛好食，不错了，这小火车，被亏啊，亏啊，对啦，嘟嘟嘟。你若是爱去阿里山，阿甲这里哦，这位请看风景，就请啦，咱就一起来。